亲啊，继续来看南投县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3月初4要来投票。国民党的参选人就是现任的南投县长林明珍，早起是来成立着服务处。民进党的参选人蔡培慧嘛，伫个南投县党部来成立竞选总部。这是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就任了后的第一战，所以赖清德是指示伊的副秘书长黄建嘉率队进入南投。 全力来辅选。蔡培慧当选，蔡培慧。民进党蔡培慧捌伫个9合1选战挑战南投县长的宝座，虽然伊是无成功，也毋过伊搁再拍拼，即便伊要挑战南投县立委的补选。看到了，不管是老幼，然后妇女、青年，大家都觉得南投要更好。 蔡培慧透早伫党部成立竞选的总部，都担任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佮特别指示副秘书长黄建嘉率领着团队到3港南投的辅选。 赖副总统跟我一样来自基层，他是在万里长大出生的孩子，所以他注意到南投百废待举，需要能够好好的来革新。黄建嘉捌担任屏东县传播和国际事务处长，以及赖清德副总统办公室的副主任。这边的立委补选嘛是赖清德担任党主席了后的头一战，各界拢真关心。 另外，国民党是推派拄卸任的县长林明珍继续来挑战立委的补选。林明珍就讲，伊较早捌担任过2届的立委，对服务乡亲是真熟悉。那民进党派人来辅选南投这件代志，林明珍表示无同意。不是说一个领导者要讲说要胜选就胜选啊，尤其我当2届的立委对我们南投县的贡献相当的大县民也非常肯定这边南投立委的补选虽然互看作是9合1延长赛最后一场战争，也毋过这嘛是赖清德的头一战，和明年的布局有关系。国民党甲民进党要安怎拍这场选战，各界等来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